今次我講嘅題目係 Meta 亂咁封號對我哋創作者嘅影響。咁我4月嘅時候俾佢封咗號，我呢1個月嚟嘅不停申訴啦，其實已經令我有一筆嘅損失㗎啦。咁今次係用我朋友為例啦。咁佢係香港模特兒，有15萬 follower 嘅模特兒 KitKat。因為佢帳號被封鎖咗，佢損失咗大量嘅工作機會、拍攝機會，全需要靠社交媒體宣傳作品增加流量、增加收入。咁呢筆賠償到底係由創作者承受，定係由 Meta 賠償翻俾我哋呢？好明顯係我哋自己承受翻啦。我係完全揾唔到其他嘢可以取代到佢。但問題你封人係可以個毫無原則、毫無預兆咁封鎖帳號。對我哋嘅創作者係公平咩？申訴係申訴無門，或者需要多時先可以正式解封翻個帳號。你哋壟斷晒成個社交媒體市場，但唔代表你哋可以濫權。我呼籲所有創作者或者一般用戶一齊發聲，要求 Meta 有個透明、公開、一個正常嘅可以審查嘅機制，而唔係申訴無門，揾真人客服。都係可以罐頭式嘅回答，係冇解決過任何問題。